间的人百种。 有的软心，有的香。有人当酸，搁无凉。啊，若小屁眼哦，懵都会中伤哦。哈，是安怎小屁眼的人懵都会中伤。我看咱即摆哦来请咱的开心娜妹来讲俗语。哎，请。行啊口数，逐项好。哦，好听哦，有押韵的哦。你行啊口说当是啥？历史的名人吼，但是做对朝代哈。哦，那只哦，你对农业社会啊讲起啦。以前的农业社会吼，因为吼算较农务啦，啊社区较细啊，啊厝边也拢熟悉啊，大家拢真热心啊，真亲切感啊。你若讲哦，加减无要卡有一个细项物件，大家袂变面啦。啊，这有影啦！哎呦，王太太啊，今日哦，厂下两支啊来招你哦。哎呦，王太太啊，无你哦豆油吼嘛安尼半箍啊来招你安尼哦。啊，王太太啊，米吼一根啊来写咧，一根啊来捞咧。啊，王太太啊，迄哦白糖吼嘛安尼一顿时啊来分咧。哎呦，这都是科学啦。嘛毋是讲啊，固定讲吼有招无行，这是行口数啦。你像吼较小米嘅嘛是啊，你讲买一杯青菜讲。但你的咸椒啊啦、姜啦，是讲葱啊嘛少送我加我一个，啊是讲我买一只金蕉，啊但迄个토마토嘛少送我一个，啊买一只猪肉，买猪肉，哎呀肉骨无想煞好啊！你后壁规只拢无圆，对不对吼？你就碰。嘿啦，有当时啊吼，真正经济安尼就较歹听。行啊口说，行啊口说哦，你小米你逐项都要买，所以讲哦，即摆咱就安尼小提醒一下吼。啊，选举的时阵吼，咱也上好物件莫送啊，莫讲套较袂用经济。伫这选举的中间吼，像讲这候选人呐，伫咧送礼送红包啦，哦，啊你拿那小屁眼哦，真正逐项好安尼吼，逐项拢共收，逐项拢共收，这叫做贿选哦，这会诚多啊，知影无？哎，咱今日小记过来提醒大家一句。好，咱今日小记好，来来，搁看一摆，看一摆来。提醒一届好啊。哎，行啊口数，逐项好。好，袂。你射个卷舌呢，行啊口说。所以讲咱今日小记的主题呢，红坑咱选举唔通啊，咦，买票。